自从朕登基之后，一直勤政爱民，敬慕上天。可为什么朕的孩子一个个走在朕的前头，落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心？朕到底做错了些什么？朕知道永璜是死于心病，孝贤皇后离世之后，朕也知道她有了夺嫡之意。做阿玛的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是欣喜的，可是长大了无能，让人担心；有野心，又让人害怕。历代以来，皇子争权就是作为君王最忌惮的事情。皇上您正当盛年，如日中天。如日中天之后，便是夕阳西下了。朕为了防着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不孝，所以朕防着永璜，也斥喝了他。可是朕的心还是疼爱永璜的，毕竟所有孩子当中，他是陪朕最久的一个。永璜若知道皇上的心思，在九泉之下也会有安慰。永璜临走的时候念念不忘折命皇贵妃，深感自己不能尽孝。永璜还告诉臣妾，是嘉嫔告诉他，折命皇贵妃和二公主是孝贤皇后害死的，所以他记恨孝贤皇后，在他灵前无状，惹得您当众斥责。要不是嘉嫔挑唆，永璜不会失了您的欢心，郁郁而终的。孝贤皇后临死之前，朕问过她折命皇贵妃的死因，她发了毒誓，绝不承认。可是折命皇贵妃去世之后，宫中确实有这样的传言。若是嘉嫔真和永璜说了这些话，多半是听信了流言。说到底，除了永璜自己有争夺之意，朕的疑心也逼死了永璜。如也，朕在万人之上，俯视万千，可这万人之上，就是无人之巅了。朕总觉得孤零零的。到朕的身边来，朕想和你一块儿。臣妾不是一直都陪着你吗？如意啊，朕一早选定的就是你，做朕的嫡父亲，做朕的正妻。孝贤皇后离世后，朕一直想许你皇后之位。皇上，皇后之位，臣妾惶恐。惶恐？为何惶恐？是因为你姑母吗？如意啊，你与你姑母不同啊。姑母与臣妾有何不同？我们都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爱的男人都是九五之尊的皇帝。乌拉那拉氏又如何呢？早年的情事，朕也身不由己。不过现在都过去了，朕要谁做朕的皇后，都是朕拿主意。你听着，朕是皇帝，也是人夫。伴随在朕身侧的，是朕的皇后，也是朕的妻子。皇上，臣妾从来就不想做皇后，可是姑母去世的时候问过臣妾一句话，臣妾是犹豫的。什么话？姑母问臣妾，
想不想和弘历生同亲，死同穴？臣妾是想的，只是要和皇上生同亲，死同穴，只能是皇后。这就说明了，咱们是注定要在一块儿的。如意，在这无人之殿，朕觉得孤单得很。朕想让你在朕的身边，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，可好？好，好，好。自打皇上传出要立您为后的意思，奴婢看着满宫里人人都得对未来的六宫之主毕恭毕敬啊。行了，不要喜形于色，免得落人话柄。是。香袋，到花园别院。白娟，到厢房，快点儿。那些是哪儿来的宫女？主儿，这些宫女都是家中无人才继续留在宫中服侍的。都是内务府新从圆明园拨来的人，说是做惯了事极老练的，正训了话要拨去各宫呢。赵公公，凭什么你把收了银子的都拨到东西六宫伺候，咱们几个没钱使银子给你的，便拨到浣衣局当差？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告诉你，这天底下就银子最大，你还扔着？扔！三宝，请教。你去。长长记性。赵全才，皇贵妃娘娘在此，你也敢造次？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皇贵妃娘娘吩咐，赵全才专横跋扈，自己去慎刑司领武士大棍，从今儿往后就不必在内务府当差了。皇贵妃娘娘恕罪，皇贵妃娘娘恕罪呀！三宝，把那宫女带过来。这，你过来一下。是。三宝，你去内务府知会一声，让他们做事儿公正些，要不然赵全才就是个例。这，多谢皇贵妃娘娘主持公道。你是个直性子，胆子也大，只是把话都说出来了，不怕吃亏吗？奴婢吃亏不要紧，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。倒是个有主意的。本宫喜欢，来翊坤宫当差吧。多谢皇贵妃。走吧。是，回宫。到底还是轮到他了。额娘，你说什么？从前皇上就是选的他为嫡父亲，只是被先帝和太后给拉了下来。如今这个皇后之位，到底还是让他给做了。额娘，你别担心，纵使贤娘娘成了皇后，可您有我和永璇，她却什么都没有。
儿子，皇后之位额娘是没指望了，但是这太子之位，非你莫属。虽然封后大典皆有成立，由礼部还有内务府全权主持，凡文入节不需要姐姐过问，但妹妹自会从旁协理。这就像当初嫁入前邸的时候，有着旁人一一安排，我只需要披上嫁衣便可。是啊，姐姐，大礼的衣裳已经量定，凤冠也已经制成了。虽然立后有旧例可原，皇上还是叮嘱啊，要一一精心制作呢。遗嘱用点点心吧。你还特意从宫外赶过来，真是有心了。主继立为后是天大的喜事，奴婢恨不得日日侍奉在侧，为主尽点心意。对了，姐姐，刚才那个容佩她如何呀？我瞧她都不笑，也不说话。容佩啊，容佩性子果敢，做事利索，心思也细腻，倒是不错的。那嫡系呢？查清楚了没有？嫡系三宝一一都摸查过了，出身孤寒、无根无依的，嫡系干净。都仔细着点啊，这可是翊坤宫的东西。皇贵妃娘娘在吗？您来了，我们主在的，快往里请。内务府总管太监秦丽为您送上贡的彩缎来了，送回去吧。这样鲜艳的彩缎，皇贵妃娘娘不会喜欢的。这位姑姑是？我是翊坤宫新当差的容佩。哦，原来是新来的，怕是不知道皇贵妃的喜好，也不知道这宫里的规矩吧。这些彩缎是供封后前才宜的，自然福彩鲜明，不用彩缎，难道用素缎吗？就是素缎才好。真是不知道轻重忌讳。来啊，把这些东西送进去，给皇贵妃娘娘过目。这些要母东西不许进翊坤宫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秦公公也配？给皇贵妃娘娘请安。娘娘，是奴婢不让这些彩缎子进翊坤宫。大个新丧不满100日，主哀痛于甚，怎可转头就取内务府中鲜艳缎子？岂不负了主慈母之心？为此缘故，奴婢才冲撞了秦公公。内务府为皇贵妃筹备封后事宜，皇上也说这些彩缎虽是贡品，但只可在封后前一穿，立后之后自有更好的蜀锦送进来，还请皇贵妃娘娘暂且将就。永皇刚过世，本宫不想耀眼夺目的，就换些素色的缎子就好。那奴才告退。随我进来，容妃。是。请娘娘恕罪。娘娘若要责罚奴婢顶撞秦丽，奴婢没什么可说的。可奴婢自觉并无做错。你知道秦丽是什么人吗？内务府总管太监。那你还敢顶撞他？秦丽带着这些大红大紫的彩缎来，说是好心奉承，可娘娘若裁制新衣穿上，难免落人口实，说娘娘不顾惜大阿哥新丧，娘娘即将封后，这是喜事，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奴婢不想让娘娘白白落人口舌。容佩，你见识极明白。内务府的这些奴才们做事游惯了，你能够心细如发，处处替姐姐着想，又能够不卑不亢，是个可靠的人呢。主身边有容佩这样的人，奴婢也放心了。容佩，你在圆明园当差的时候受尽了白眼，所以别人抬你你不受，踩你你也不怕。本宫喜欢你在身边。奴婢多谢娘娘夸赞。奴婢受辱，是娘娘救护，所以除了娘娘，旁的人
奴婢一个不听，一个不认。索性，你带着容佩给满宫里的人都瞧瞧，知会大家，容佩从今往后顶替你的位置，做翊坤宫的掌事姑姑。是，奴婢多谢娘娘。永璋，你们同在上书房读书，朕查过你的学业，4人之中，你读书最备懒，见识最浅薄。告诉朕，你如何教导你的皇弟们？皇阿玛，儿臣等在上书房读书，4哥最勤，3哥最闲。3哥知道儿臣和6弟不甚聪颖，只得苦读而已，所以3哥常常停下为儿臣和6弟讲解。你说是不是？是。所以请皇阿玛不要再怪3哥了。你这个做弟弟的，还敢替他求情？分明是他学业不成，还怎么教你和永荣啊？皇阿玛，正是因为3哥常常指点我和6弟，所以才落下了功课。但是在儿臣心里，3哥最是友善。永璋，你爱护幼弟，倒也有心。罢了，朕也不求你多长进，回去多读读《孝经》，懂得孝悌之理便好。纯贵妃怎么在这儿？啊，请皇贵妃安。起来吧。谢谢姐姐。啊，是皇上叫永璋来问书，我怕皇上又训斥永璋。啊，好在我阿哥他会说话。皇上怕是还要问功课，不如我们一起回吧。想起在前底时，永璋刚落地，白白胖胖的一个小人儿，你也刚当额娘，我总是去看你们。是啊，日子过得可真快。听闻纯贵妃现在奉佛念经，已经吃全素了。自从孝贤皇后崩逝，总不知哪里行差踏错，惹得皇上对我不满。你也是爱子心切，才会让人教唆。你我相处多年，怎不知你是个好脾气的？没想到，这时候只有你来安慰我。怪不得，竟是你成了未来的皇后。我呀，败也家事，成也家事。我无子嗣，贤明也不如孝贤皇后。也许皇上就是因为这个，才选我为后吧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也别无他求，只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平安有福地长大。可是压在我头上的那些人都没了，便生了痴心妄想，也听信了家嫔的奉承，以为自己有资本可以争一争皇后之位，为自己的孩子争一个嫡出的身份。我实在是糊涂了，但求你能谅解。起来，起来，我明白，也无意怪你。我无子嗣，所以我不会对任何一位皇子偏袒，也不会跟你计较旧事的。真的？不为别的，就为我们共同养育过永皇，也为在前底时你我之间的亲密。皇贵妃若有此意，便是保全我们母子了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，坐吧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明日天一亮，行过礼。
你就该叫哀家皇额娘了吧？哀家最不中意你做皇帝的皇后，但最终还是你走到了这个位置。臣妾有今日，全都仰赖太后。哀家可不敢受你这个仰赖，是皇帝执意要选你。哀家当年跟你说过的，不过是要你好好思量，不要学你姑母那样作茧自缚。臣妾记得，当年臣妾对太后说，臣妾对后位并无心思。是啊，那之后，皇帝晋你为皇贵妃，如今你要晋为皇后了，这话又怎么说了呢？臣妾还是敢说，臣妾从未妄求过皇后之位。你自然可以得意。你这个后位不是你自己争来的，是皇帝拱手给的。皇上的情谊和厚爱，臣妾万分感谢，不敢得意，没有珍惜。太后，臣妾想问您，先帝在您面前掉过眼泪吗？永璜过世的时候，皇上在臣妾面前强忍着眼泪。他说他不敢面对永璜的过世。皇上说，他欢喜皇子的长成，也害怕皇子的长成。他说他在万人之上，却也在无人之巅，孤零零的没人陪伴。那个时候，臣妾只想对皇上说，皇上一直让臣妾安心的话。有我在，你放心。然后，皇帝就跟你说，让你陪伴他，成为他的皇后。是。那不正好合了你那颗心？臣妾是想和心爱的人携手并肩，不过对于后位，臣妾也向皇上坦诚，面对后位，臣妾惶恐。因为你姑母？姑母对臣妾的叮嘱，太后也知道。这份叮嘱，过了这些年，臣妾也没想明白，以至于皇上说到后位的时候，臣妾的心里一时逃避。也是皇上的一句话，让臣妾猛然惊醒。这些年，或许是因为姑母的叮嘱，臣妾受困于皇后的身份、中宫的位分。只是这些，都不是臣妾在意的、想要的。臣妾真正在意的、想要的，只有皇上的情分。皇帝说的那句话是什么？皇上说，他是皇上，也是人父。他希望陪在他身侧的是皇后，也是妻子。太后，臣妾心中所向，并非后位，而是皇上的妻子。哀家本以为你比你姑母精进，你说这话，却也不比她强到哪儿去。皇帝是天子，身在万人之上，无人之巅，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女人的夫君。便是皇后，也只是他们身边的臣子、奴才。太后，难道您从来就没想过要当先帝的正妻吗？哀家从未做过皇后，当然不可能没想过后位，但哀家从来没有真正在意过后位，更没有执念于君心，因为君心从来就是这世上最难揣摩、
最难把握的东西，也是最不可信赖的东西。好了，你今儿来说了这么多，哀家明白了你的用心用情。你是皇帝亲选的皇后，哀家没有什么话可以再说，只是哀家再警醒你一句：作为皇帝的继后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而大清开国以来，你们乌拉那拉氏的皇后更是不易。臣妾或许看不清后位，看不清前路，也不够看得清皇上。可是臣妾看得清自己的心。臣妾不喜欢孤寒高位，可皇上说他孤单，臣妾就只想到他身边去。去吧，皇帝正等着你呢，一步一步走到他身边去吧。臣妾多谢太后。2年了，浪花，朕决定要册立继后。朕定的是如意，朕特意来告诉你一声，希望你在九泉之下能够明白朕的决定。皇阿玛，景色，你回来了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来，让皇阿玛好好瞧瞧你。皇阿玛册立新后，让女儿回来观礼，女儿自然也以今日赶回。这时别2年，你在边地过得可还好？儿臣一切都好。好，坐吧。皇阿玛，听说额娘临终时举荐的皇后，并不是贤娘娘。或许在你额娘的心里，如意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可是朕觉得合适。儿臣听额娘说过，贤娘娘是皇阿玛一早就倾心的人。可是贤娘娘没有家室，没有儿女，只怕其他娘娘们都会不服。正是因为没有家室儿女，才不用像你额娘一样，为了家族还有儿女筹谋，而费尽了心血。皇阿玛心意已决，儿臣也不能多说什么。只是听说，皇阿玛让舅舅做册后的册封正使。是，你舅舅在，可以增添如意册后的荣光。可舅舅是额娘的亲弟弟，怎可做继后的册封使？他是臣子，这是他应该做的。什么可为，什么不可为，
你舅舅的心里自然清楚。皇阿玛决断就是。那就好。你留下来陪你额娘说说话吧。这先回宫了。恭送皇阿玛。额娘，您走了，皇阿玛终于要立乌拉那拉氏为继后了。可您别难过，有得宠就有失宠。额娘您有儿有女有家室，却仍有伤心之事，女儿就忍着。等着，等乌拉那拉氏伤心绝望的那一天。姐姐，你终于走到这一天了。主穿着皇后的朝服，真好看。姐姐，我真想这样一直陪着你，只可惜，我和索性还要去预备观礼，不能送你出门了。你们都去预备吧。放心吧，我会一步一步好好走到皇上身边的。
布阵中宫，虚悬已久。皇贵妃乌拉那拉氏，秀玉名门，详中士德，早从前底，克贤内则，今兹养成皇太后慈玉，以金册金宝，立尔为皇后。钦哉！受册。宣宝，皇后之宝。臣妾叩谢皇上隆恩。行六肃三跪三拜礼。立后之日，皇上钦定的8月初2，这个是个好日子。本宫嫁入前邸的时候，也是8月初2。请皇后娘娘至太和殿。
臣妾乌拉那拉氏受恩于君，令主中宫，必恪尽厥职，端礼后宫。臣妾叩谢隆恩。皇上皇后，凤凰于飞，和鸣铿锵，白首之喜，百年河心，跪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一叩首。二叩首。与后同心，万事